续要来讲，这个11月11双11的购物节特别到了，各大电商的平台有人客拼业绩，像这个捷运站都会当看到各种的广告。也毋过来自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淘宝，并无伫台湾落地，煞伫台湾真侪地头拢采广告。律师讲，这已经违反着规定，是会使罚钱的。啊，台北捷运公司来回应讲，这个广告哦，拢是照规定来申请。Looks like I'm getting promoted. 双11的购物节就要来呀！中国的电商平台淘宝是拼专力伫咧放送广告，若是咧网络宣传，就连台北市嘛四界拢看会到。打出捷运的车厢，月台顶悬规面广告是真眼目，大字写淘宝全站免运，就连台北车头的广告墙嘛拢总是。不过根本无伫台湾落地淘宝伫咧国内放送广告已经明显违法。根据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》第34条的规定，只有经过许可的大陆地区物品、劳务、服务，才可以在台湾地区来播映广告、刊登广告。收广告费所有违法的风险，八节回应受到淘宝的港商委托广告代理商来申请相关的程序嘛，拢有依法办理。经过委员会同意才刊登，嘛被甲广告撤掉。不过除了广告有疑虑，经过3届撤租的淘宝，搁再用俗价进攻台湾市场，嘛可能冲击到本土产业的生存。面对中国养套杀，当所有台湾的境内平台被打趴的时候，就是中国不只是拿到我们的个资，不只是侵害我们的市场，甚至于是它可以自由的去调整售价。那这个时候所造成的经济不对等将会更恐怖。就惊台湾消费者加做养套杀对策之下牺牲品，外界呼吁主管机关就要严格把关，查清淘宝敢是涉及违法营业的广告，才会当进一步保障台湾消费者各最安全甲权益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